Hello，大家好，我係史提芬優啊，真係好耐冇見啦，哇，已經好幾個月咧冇上嚟講影評啦，因為呢一陣子咧真係好多嘢要處理啊。咁好啦，咁啱啱咧呢個6月咧我就睇咗一個系列嘅電影，覺得幾好睇，所以即刻上嚟同大家講下。呢個系列咧就係挪威小說家兼編導達約翰侯格盧嘅《童夢奇緣》3部曲啊。咁佢第一部咧英文叫 Sex， 中文咧就譯做奇。第二部就係 Dreams， 又叫做 Sex Love， 咁中文咧譯名就叫做夢。第三部咧就係 Love， 咁中文咧就係譯做緣嘅。咁我就係喺一個淨係望過戲名冇了解過套戲任何背景嘅情況下入場睇嘅。咁我就唔係順住次序去睇呢3部曲嘅。我第一套睇嘅係第二部，即係 Dreams 夢啊。喺睇完之後覺得幾好睇，咁就再根據翻戲院嘅場次再係啦夾下睇下邊日得閒，咁另外再睇埋另外嗰2輯。咁即係我嘅觀看次序呢，就係 Dreams、Love 之後到 Sex， 即係夢緣奇，即係2、3、1啦。咁我以下嘅影評呢，都會跟翻自己嘅觀看次序2、3、1咁去講嘅。好，事不宜遲。內容有劇透啊！如果未睇又唔想俾人劇透嘅朋友呢，到你睇完套戲之後再翻嚟睇翻啦。睇咗嘅朋友呢，都可以喺留言話我知你哋有啲咩感受，大家分享下交流下。覺得啱聽嘅朋友記住幫我撳個 like， 幫手 shar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多謝你。好，咁首先講第二部 Dreams， 中文譯名夢啊。咁套戲呢，其實主要係講師生戀嘅，又或者可以叫做單向師生戀啦。咁女主角約翰尼呢係中學女學生，佢自己都估唔到自己竟然會中意咗阿女老師。約翰尼呢成日借啲意呢就去親近阿 Miss 啊，仲上埋阿 Miss 屋企學紡織啊 hea 下傾下偈咁啦。咁阿 Miss 嘅一舉一動呢都好影響到自己嘅心情。佢成日就諗啦，唉，究竟阿 Miss 係咪都中意自己呢？正所謂少女情懷總是詩啊，咁阿約翰尼都明白呢一單嘢呢其實唔可以俾人知嘅，始終身份啊、性別啊都係一重重嘅障礙，所以呢，佢就將自己嘅心情寫成日記。而相關嘅日記呢，大約喺同阿 Miss 疏遠，最後 Miss 離職之後呢，就完結。本身約翰尼寫日記都係為咗俾自己做個記錄啊、回憶、抒發同埋表達，但佢發現自己當時嘅情緒係好需要揾人傾，咁就揾咗佢認為思想比較開通嘅外婆去傾啦。咁身為作家嘅阿婆睇完佢嘅日記之後就大讚出色，仲話好值得出書添。唔知大家有冇寫日記嘅習慣，或者有冇曾經試過寫日記？咁我自己覺得日記永遠都係最好睇嘅，因為內容係寫俾自己睇，永遠都係非常之真誠啦，冇隱瞞冇包袱嘅。約翰尼決定同意將自己嘅日記出書就要面對公告天下同埋純內在抒發嘅嗰種分別啊。有時有啲事情寫咗出嚟公告咗就唔再單單係純內在抒發嗰回事，甚至可以話寫咗出嚟就等於結束。因為公告咗自然會有人評論，會有唔同觀點，好似逼住你自己去下一個最終嘅決定，攞一個結論。都唔係講緊你夠唔夠成熟去面對呢一種壓力，而係你想唔想將呢一樣心事變到咁公開、咁裸露喺人面前。如果你冇公告反而有空間俾自己去走盞，將啲事擺返喺自己心入面，咪當回憶咯。可以逃避一啲最難嘅結論唔去諗，有時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作者最尾就以約翰尼阿媽同埋嗰位 Miss 喺 coffee shop 對話嘅一幕具體化呈現咗呢一個情況。大約都係話阿 Miss 就講明阿約翰尼係一廂情願，變相阿約翰尼就要面對阿 Miss 呢一番嘅言論啊，再演變成自己都嬲嬲地阿 Miss 去咁樣講。再衍生阿約翰尼自己最美嘅一番獨白，暗示同老師嘅關係其實係遠超於此。咁究竟係去到啲咩地步呢？冇講。咁嗰個關係係講緊肉體啊定係感情呢？作者都係冇提嘅。咁應該係作者嘅一個鋪排啦，俾個 open ending， 大家幻想下究竟係阿 Miss 講大話定真係阿女主角一廂情願呢？
好，之後就講第3部 Love， 中文譯做緣。雖然套戲嘅戲名叫做 Love， 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主要咧係講性啊，真係從唔同角度咧去探討性關係，或者咁講啦，喺一段關係入面咧，性係代表啲咩呢？套戲咧主要講現代人點睇性，表達好多人咧覺得性同愛係分得開。戲入面咧想表達人覺得性同愛分得開咧，係因為佢本身有自己嘅出發點同埋預期。就用戲入面嘅橋段做例子，咁好多人咧就喺交友 App 度識人啦。戲入面咧有人形容交友 App 咧係妓院啊，意思就係話明買明賣，大家都係揾食。你講明意向大家係為性嘅話咧，事後都係乾手淨腳，好純粹為咗性而去建立啊。而性咧係成壇嘢嘅重點。呢部分嘅人咧就會預期咧性可以當係娛樂，可以當係填補心靈空虛，可以係發洩壓力。內裏咧係冇愛嘅存在，但係當你有前提係想發展一段有延續性嘅感情關係咧，性就唔係單純以上嘅講法咁簡單。我覺得性關係咧有預期關係進一步或者升華嘅意思。咁退後1萬步咁講啦，都偏離好傳統嘅講法。有性咧唔一定要結婚，但都係一種身份嘅認定。好似喺套戲入面咁，女主角 Marianne 咧就被介紹一位離咗婚嘅男士。呢位男士咧係有個女嘅，咁個女咧就同阿媽一齊住啦。而阿女同阿前妻咧其實就住喺呢一位男士嘅隔離街嘅啫。咁佢哋仲會見面有交集嘅。咁啊，女主角一開始見到呢位男士咁都有興趣嘅，咁想隨性啲啦，都覺得可以同呢一位男士有進一步嘅關係，即係性行為啦。但去到同呢一位男士深情對話之後咧，呢位男士咧就表示阿女咧其實喺佢人生咧係佔最重要嘅位置。咁啊，女主角咧嗰一刻咧就好似醒一醒咁，即刻搭船走唔過夜啊！女主角即刻走人嘅原因呢，應該就係因為女主角明白咧，雙方咧都唔係淨係想玩一次咁簡單。如果真係想認真發展落去咧，發生咗性關係之後咧，佢哋嘅關係咧就等於再進一步確立咗大家彼此嘅關係。咁變相嚟講咧，女主角咧就會捲入咗佢哋嘅家庭入面。而偏偏女主角喺嗰刻嘅狀態咧，其實都可能只係想試下揾下刺激，又或者講內在少少就係女主角自己咧，其實本身都出自喺一個破碎嘅家庭，明白破碎家庭咧本身咧就有佢自己要面對嘅困難。咁佢同呢一位男士其實都係第一次見啫，咁其實佢都係有選擇嘅餘地嘅。咁選擇之下都唔想咁快俾咁大壇嘢困住自己，咁其實都係可以理解嘅。Marianne 甚至喺搭船走嗰陣喺船上面認識咗一位陌生男子，仲發生埋性關係。作者就係利用咗 Marianne 喺事件入面嘅前後矛盾啦，又或者講係佢喺尋求一刻刺激同埋理性嘅內心掙扎咧，講性喺一段關係入面係代表咗啲咩？戲入面咧仲有另一條感情線，咁呢一條感情線咧就落喺同志護士托亞身上。咁托亞咧不嬲咧都會用交友 App 去識人嘅，咁戲入面你可以講佢係算係比較性開放嘅一個角色啦。喺一次交友 App 嘅隨機推薦之下咧，咁佢就識到一位男士，咁偏偏咧呢一位男士咧就因為疾病啦，咁佢就係有呢個性功能嘅障礙嘅。托亞知道之後咧，對佢咧都仲係不離不棄嘅。咁加上之後嘅相處同埋再深入啲嘅對話啦，令到阿托亞咧明白呢一位人士咧真係佢想認真守護嘅一個人。作者就係利用咗呢條感情線咧，表達原來雙方冇性咧都可以係有愛嘅存在嘅。所以 overall 嚟講咧，我覺得作者咧喺談論性同愛分唔分得開呢個層面以上呢，係想講性同愛係點樣影響一段關係嘅進程。咁好啦，嚟到最後一部，亦都係其實成個系列嘅第一部曲啊，Sex 中文譯做奇。
就我個人而言呢，呢一集呢，其實係三部曲裏面呢，真係比較難入口嘅一套嚟嘅。作者想表達背後嘅意思嗰種手法呢，其實都幾深奧。故事呢，聚焦於兩名男士啊，咁佢哋都係煙通清潔員嚟嘅，咁佢哋各自都背負家庭責任啦，咁突如其來嘅奇怪經歷呢，就被迫重新審視自己嘅性別啦、性取向同埋一啲道德觀。咁簡單啲啦，我哋就叫呢兩位男士做阿 A 同阿 B 先啦。阿 A 呢，佢本身就有玩歌劇嘅，咁喺表演前夕可能因為壓力啦，佢發現自己把聲都變埋。發音嘅位咧唔同咗，咁喺呢一段咁大壓力嘅日子咧，佢就好奇怪，每一晚發夢咧都會夢見 David Bowie 大衛保兒。咁喺夢入面咧，阿 A 咧就體驗咗成為女性啊，一試跳脫性別嘅框架。奇怪嘅夢境咧，促使佢反思社會對男性固有剛強嘅期待啊。而阿 B 咧都唔知可唔可以話係一時衝動啊。總之就係無端端啦，喺工作期間咧就同一名男顧客發生咗性關係。咁事後咧，佢就試圖以向妻子坦白就唔算背叛啦，呢一個邏輯去合理化自己嘅行為，暴露咗自己嘅內心矛盾。咁佢妻子當然係唔接受啦，之後就引發咗一場婚姻危機。起初我會以為電影嘅重心咧落喺清潔員 B 嘅出軌線度，探討肉體同埋精神出軌嘅對比。然而咧，導演咧就係想透過酷兒視覺啊，將焦點咧延伸喺一個再深啲嘅層次。所謂酷兒咧，可以話係有別於傳統性別或者性取向嘅規範，可以講係一種多元化身份認同，強調個人嘅自由表達咧，而唔係一個固定嘅標籤。即係例如有啲人可能佢會拒絕定義自己係男性或者女性，或者喺唔同嘅場合咧展現一啲中性啊或者跨性別嘅特質。咁就好似喺戲入面啦 A 咧喺夢中探索女性身份一樣。清潔員阿 A 嘅夢境咧，就借阿 David Bowie 呢一位性別模糊嘅偶像啊，象徵咗跳出二元性別嘅限制。咁阿 A 咧平日就壓力大啦，個夢咧就俾佢幻想以女性方式咧去表達男性咧都有情感脆弱嘅一面。清潔員阿 B 嘅同性性關係咧，就挑戰咗異性戀嘅規範，因為呢個行為咧打破咗社會對佢作為已婚男性嘅異性戀預設。咁阿 B 咧喺戲入面咧就堅持自己唔係同性戀啊，但係佢又同一位同性發生咗性關係，反映咗佢質疑性取向標籤，而唔係自己嘅性取向。兩人嘅奇遇咧就揭示咗社會對男性脆弱性啊同埋非規範行為嘅壓抑。阿 A 嘅夢境咧就反映咗佢對女性化特質嘅渴望，例如情感嘅表達啦。咁佢因為自己係男人啊，會覺得太多嘅情感表達咧，就會顯得自己懦弱而選擇沉默。咁喺日常生活就冇同妻子同家人表現自己軟弱嘅一面。而阿 B 嘅行為咧就觸及咗性取向標籤同埋婚姻嘅雙重規範啊，凸顯咗即使喺挪威呢一個性別平等權利先進嘅國家，即係作者嘅出生地啊挪威，個人咧其實咧都會俾無形嘅枷鎖限制。咁本人咧對酷兒呢一類型嘅電影作品咧，其實就唔係太熟悉嘅。喺未睇到第一部 Sex 之前咧，咁我係當普通小品嘅電影角度咧去欣賞 Dreams 同埋 Love 嘅。咁其實我覺得都冇所謂嘅，因為酷兒咧本身都有強調個人自由表達嘅意思啊，而並非一啲固定嘅標籤啊嘛。呢一個電影系列咧就用咗對話或者一啲獨白啦，咁就不斷推進劇情，引發觀眾不斷思考，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體驗。好，評分嘅話呢，咁我就會俾第一部 Sex 即係奇啦，大約就65分啦。第二部 Dreams 夢呢，大約就70分，一套幾好睇嘅小品嚟嘅。咁第三部 Love 完呢，咁就係我三部曲裏面呢，其實就比較中意嘅一套嚟嘅，咁我就會俾70至75分。好，今次就講到呢度，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啊！中意呢段片嘅朋友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拜拜。